好，再一次这样哈。对，这个是我的号，没有连线的。这样哦，这样子，对。然后呢？等一下，修蛋呢？哇，真的是多元，修蛋的呢。看呐，单一的，单一的啦，卖和你紧张。我的手，这个阿美族跟台湾族讲，它也很怪异。好啦，回家啦。怪腔怪调的。好啦，单一啦。看到无？有啦，有剪错嘞。请不要讲方言。今天不要讲。好啦，好来，有啦。加，然后呢？按照，他下面按照，你还要穿。哦，不是，还要穿这个，一个耳朵，一个绿色，再一个大的。二粒二。我怎么走过去忘记了？怎么了？你要记得这个中间这个2粒是大的哦。哪2粒？这个是大的，有铃铛的上面要用小小对，的。有口诀，老师在这里。哎，老师，哎。请老师讲一下你的口诀。那我这个就老师，你的口诀再讲一次。我觉得，那个两粒上面有戴帽子啊。啊，没有。那我的好像少一个，两粒上面有戴帽子，然后有戴喇叭。怕喇叭。哎，我们有全程录影的，怎么2粒又喇叭？消音。不是这个。哎，那个老师在这里。这个是那个嘛？这个是帽子，安全帽。这个帽子你听不懂呢？戴安全帽。要戴帽子。就放这个长长的。嗨，又讲长长的。啊，这不是长的，要不然怎么讲？狗也洗。尖尖的。尖。长珠。长珠，然后再加什么？好嘞，加什么啦？奇怪，那人夹心饼啊。奇怪，样品在这边，你就看了就会了啊。对，我奇怪呢，一直问那么聪明的坚如。不是，我一直在笑他。这样嘛。9故事已经受不了了，才讲出来。来这里，老师，我们的线都是黄的哈。哎，对。然后在这个，哎，这挖一点，不要拿到我这个，哎，看就好了，就。对，然后这个，然后再来，绿色的。对的，我干脆来这边穿上，这边比较清楚。这边比较清楚，你看样。因为我们这边是很聪明的人，都在前面。都是高材生的才要在前面。哎，还有哦，绿色。我没有样品了，不行做那个。我也是。不是，我一转头我会忘记。会啊，所以然后是为什么不告诉你？你可以不要到前面后，用你的手机拍样品。哦。说的也是，还是。看手机就。9步厉害哦。9步又受不了了，讲出来。太红了。不是老师厉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敢教？你还等下你怕你教错。就这样嘛哈。OK， 就这样吗？哎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问9步了哦。哎，助理老师，然后呢？穿好了呢。那就穿在布上面啊。哪里？你的在哪里呀？在这里呢。要那么多追技术。来，我这，然后呢？啊，这边。你不要，你要从那。哦，你说那个来了。来了，老师教你啦。我受不了了。怎么样啦？这边。啊，不知道那个老师。正面。哦，正面哈。你穿好了吗？好的，你看，穿好了吗？那个明星有人在这哈，有没有穿错？没有。我们先取中间。对。取中间。你的线未免太长了吧？线很长，容易打结。我刚刚才在讲，对不对？这样。然后呢？然后再。太长。要剪断吗？没有，还没有。我就说这个太长了，不要剪断。不用。你不用怕，因为我们刺绣习惯，我们不是都会这样子吗？你们跟我做。我想说你怕我。你会累哦，我说。哦。你就做一次。对。有没有？然后就直接。好的。对，然后你就直接这样子往后面。哎。
真的太长不方对呀，便。它的很长呢。我刚才要绑也是。摄影师又说你们讲话。我没有想到那个哦，有想到吗？有符文呢。哎，对折对折，再对折一下。不要把我们当成大人，不是小朋友。这边18岁这样子。对，被人家批就打结，哎，对，这边打结，是，然后在整排的时候有没有回家也是用树枝？打结好了，然后再到底有几个？你先打结。流苏有3个，等下旁边2个。哎，哦，好，然后哦，还有那个哦，那现在换那个白的吗？还没，还有2个，还有那个还没好，这样。然后就换最边边的嘛哈。对，两边都先用油。啊，一样的嘛哈，一样的。不然你现在先用铃铛的放这边，怕你忘记啊。不会，我先弄这个，把这个先搞好。怕说来不及的话，还有地方可以看。哦，这样。啊，两边哦。哦，对对。以为这个端哦。对对。